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久没有发代购的视频了啊！今天呢，我代购了2份卤菜，这个里面呢是有熏鱼啊，我这里面是熏鱼，我这位老粉呢已经买了很多次了啊，已经是无限复购这个熏鱼。今天呢，我又帮他买了好几斤啊熏鱼，一袋呢是1斤左右，然后他又买了素鸡，这个素鸡呢也是我介绍给他的，他吃了之后就停不了了啊，这个素鸡也很好吃。然后呢，这里面也是一位老粉了，他是买的那个焖肉和酱肉，那这个是酱肉呢，颜色浅泛红的啊，是酱肉，这个呢是焖肉。这个我的老粉都知道的，我一直介绍的啊，都不用讲了。这个是焖肉啊，焖肉呢就是苏式的焖肉面，就是这块肉啊。然后这里面呢又帮他买了几份草素，就是素食底，这个是草素，素食底全部的真空包装啊。等会呢我就给他们要发货了。这个呢是麦哈格包子，这个包子呢也不用讲了，我的老粉都知道的啊。这个呢是肉包，那这个包子还挺大的吧，1盒8个啊。然后呢这个呢是白皮净素啊，也是经典的白皮净素包呢，就是素包子，很好吃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钱花的猪油豆沙包，那上面是一个点点的，这个猪油豆沙包也很好吃。好，给大家看啊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，自己家里面吃的，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买一次的啊。因为我是自己吃的，我就没有装盒了。哎呦，这个都掉下来了，咬完是这样的，它里面馅料很足的吧？一包。这个包子啊，我们早上吃粥啊，喝豆浆啊。吃麦片啊，然后来一个这个包子很好的，一直还有好多粉丝朋友问我说净素包是什么？问我，净素包就是素包子，它里面呢有香干、青菜，还有香菇，还有木耳，它的味道呢真的是你们在外面吃不到的，就是跟你一般吃的那个素包子不太一样的啊。它里面混的这个菜籽油的香味，但是一点都不腻，而且它是有一点咸甜口，甜度呢是刚刚好，不是那个你们想象的苏州的那种特别甜的那种味道啊。而且它的口感是复合型的，这个口味的我非常的推荐的。